豆腐泡工程，作者江庆元。因30年的问题，政府开3年就甲解决啦。确实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，咱着爱甲政府学了甲拍扑。毋过无风台，敢若落一暝大雨尔尔，开10几年拄完成的排水工程，就予大水冲甲崩一大起来。排水沟哪会做甲亲像洋芋片，遐尔啊脆，冲一下就崩了了。政府讲是用新的工法施工，毋过管毋管伊的工法有偌新，会当顺利排水上重要。政府讲无要紧啦，还阁伫咧保固期，毋免阁再开钱，就会当修复。希望排水沟会当阁再修复，人民对政府的信心，要修复就较难咯。